歡迎嚟到靜心說書。大家好，我係小桂子。今次同大家分享嘅書籍係有關時間管理，小朋友版本嚟嘅。我會以幾分鐘同大家去分享當中嘅內容。你哋收聽嘅時候，不妨邀請埋小朋友一齊嚟收聽啦，然後仲可以一齊加以討論。我哋點解要培養興趣愛好啊？無論大朋友小朋友，我哋都會有興趣愛好呢一樣嘢㗎喎。講下大人先啦，大人都係會有運動啦、睇書啦、睇戲啦、去行下街啦呢啲㗎喎。又或者會畫畫、砌 puzzle 等等。而小朋友呢？小朋友你嘅興趣又係乜嘢啊？培養興趣咧，可以令我哋生活開心啲，唔會咁沉悶，仲可以幫助我哋學得更快，甚至係可以識到朋友仔，令我哋會變得更加自信㗎喎。如果你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，例如畫畫、跳舞、砌 Lego 或者踢波，你會覺得好開心㗎喎，仲有心情都可以放鬆添㗎喎。如果你對一樣嘢有興趣，你會想知多啲，學多啲。學習就會變得容易同埋有興趣啦。培養興趣期間，我哋都可以識到其他唔同嘅朋友仔㗎喎。例如你去上籃球班嘅時候，或者上跳舞班嘅時候，你會有唔同嘅朋友仔認識到啦。返教會亦都會㗎喎。咁呢，我哋嘅朋友仔嗰個圈子呢，就唔會淨係得學校嘅同學啦。小朋友，你有冇啲特別喜歡做嘅事情呢？例如你會喜歡畫畫？如果你喜歡畫畫嘅話，不妨試下堅持認真去做呢一件事啊！經過一段時間嘅累積，你一定會有收穫㗎。好啦，今次就講到呢度先，多謝你收聽靜心說書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